伊同志已经死了，那安尼佫留伊树木兰也无路用。等下，夫人，树木兰袂用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还佫有真利用的价值。也毋过，今仔日京城有命令来，讲伊两个人拢爱死。主公伊袂了解咱的情况。白当主虽然死啊，但是还佫有一个梅俊生啊。夫人，你大概还佫会记，白当主伊会完全受咱的控制，就是为了伊邱木兰。也梅俊生伊也咧爱邱木兰，咱会用个利用邱木兰来除掉梅俊生啊。也那安尼，夫人啊，你毋是替我高枕无忧咧？夫人，阿文伯确实是较早武林中一个厉害的人物，伊的顾虑无毋对。梅俊生，咱若无甲伊治掉，必定会对咱不利。当今武林，无人有可能胜过是梅俊生。邱木兰对付梅俊生是上好的利器。也若安尼，就搁互伊加活2年，逼伊同志的尸体。由我来负责。什么啊？出来！阿文伯，小姐，阿文伯，我已经互食解药啊，搁一个时辰就精神了。伊食的物件是你送去的，是，毒也是你下的。为着小姐，所以我才救的，毒也是我下的。阿文伯，你会待稳待稳，我永远就袂甲你放袂记。小姐，唔好安尼，紧起来。贝多多，小姐，赶紧倒转，万一若叫人看到，安尼就唔好。阿文伯，那你咧？我已经为主人啊，我无要倒转去。阿文伯，小姐，我一定爱以死守密。啊！啊！阿文自尽，是早起这三位前辈发现到伊的尸体，伊为什么会自尽呢？我想伊一定有做啥物毋对。这想起来真奇怪，逼伊同志，伊平白无故会来中毒身亡，这是邱木兰甲白玉当主关做伙，若要服毒，应该会做伙服毒。为怎样邱木兰伊会无死，实在太令人费解。逼伊同志中毒身亡，这到底是甚物人下手的？我家想，大概是伊无法度忍受这个艰苦，所以自尽。无可能，这其中一定有蹊蹺伫咧。三位前辈，我麻烦你看守着伊邱木兰，北洋，在你甲我斗阵来去山顶看尸体。是。奇怪，哪会这么说小心，唔通去中着奸人的间谍。但是
咱来先找个小王爷。对，然后再找公主秋无兰。杀手！多谢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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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要创啥物？有刺激你嘛？你爱小心哦。刺激已经倒对密室的方面去，你还阁唔紧去对？是。讲，白衣公主，甲公主秋无兰伫什么所在？甲恁讲也是无路用，有关我三煞伫咧，凭恁两个人也是无法度救因。有法度救，甲无法度救，是阮两个代志。阮即摆想要知影白衣公主伫倒位。讲啊！假使我若是毋甲恁讲，恁就要杀我。若安尼，我拄则替恁解围，敢讲也毋对啊，是？第五年，我只是想要知影白衣公主甲秋无兰因两个的下落。秋无兰已经被禁死伫咧密室内面。哪来白衣公主咧？紧讲啊！讲啊！白公主咧？恁来了上班，已经无伫咧府中啊。你是讲已经逃走啊？是？毋是，伊中毒死。中毒？什么？白衣公主中毒而死？这是李王阮所讲的话，但是阮必须要找到尸体。文尊先生，秋无兰即摆还伫地府，会当对付关我三煞的人，只有剩你一个。所以，阮来拜托你，入去地府，甲伊救秋无兰。魏尊先，秋无兰是小王爷，伊必须要带回京城的人，所以阮才来拜托你。小王爷，小王爷讲分路去找找秋无兰。对了，现在阮必须要去找白衣公主的尸体。过信。过信。对我。大哥，你死了，白老师已经死了。敢讲是我的猜想错误？想你，你情景啊！真地府，你唔肯去救伊，实在太自私啊！莫非你要过来记往事，只要打杀人，非丈夫。路我一事情也袂，分清楚，如我的请万分大哥。若是我的了想，并无错，一定都未必负因做。
讲，玉姨公主也未死。也伊甲公主啊，当作人，哪有伊死留下迄个树无人？表面一扫落破绽，我看事情无会简单。大哥你无知啊，用菜香，人阮无心甲你洗相量。传进知府来去谈真相，救出无人，门拄安详。阿兄答应甲你斗阵，入来去知府救邱某人。将剑甲我放落来！你若敢搁进前一步，伊就会死。公主，你若敢对公主说，我就要治你的命。有影准是，当时恁爸囝违背我这匹孝，我还袂甲你算呢。同款，你命人害死我的老爸，后事我也还袂报咧。这个以后才可讲，先将剑甲我放落来。我来的目的是救人，是要来赚。你若是搁想要轻举妄动，是你自找的死路。魏春香，公主，你讲白衣公主真是死啊？你中道理是我亲目睭看到。公主，白衣公主中毒，你哪会安然无事？伊食物件，我无食物件。白衣公主聪明绝顶，哪会糊涂一时去中毒？拢是我害的。伊本只早摆脾气，想讲要暗中查明罪证。可是若毋是我窜入去破坏伊的计划，伊想我都通互毒死的。假使白衣公主那正是死，为什么咱会无看见伊的尸身？连潘庆珠也伫咧找伊的尸体。你是讲你无死？有这个可能。安尼实在有够戆啦！事前就知影有即落代志，恁安怎毋免想前顾后？迄个老仆人陈文，就是当初时轰动绿林的独行大劫，上官景元，恁敢有袂记得死？主公，你的意思是？上官景元救走白衣公主，才会自尽保密。白衣公主伊无死？对，就是上官景元先下毒，然后才甲伊救走。上官景元，伊为什么要安尼做？
就是你的查某囝去甲阿姨求的。自细汉，伊就是真疼阿姨，所以心软。这个死嘅你，我一定袂了。用路不够，水之过，这完全是你的错误了。是，我甲你讲，白衣公主就是小王爷，真有可能奉着皇上的密旨前来调查。但呢，阮应该安怎做？想办法找看有啥证据，会当来证明白衣公主就是小王爷。是。小王爷，白衣公主，伊是一个钦犯，所以若有这个证据，我就有法度通互伊死。唔通家己走来荒山，万一若是搁拄着看庆子的人，你会搁遭受杀害。多谢你的关心。有一项代志，我想要请问公主，是什么代志？白衣公主，敢真是就是小王爷？你哪会知影呢？你真是小王爷？是伊亲嘴甲我讲。你姑娘，你既然甲知影伊的身份，你就无应该搁再爱伊。皇家的人是绝对袂带兵民为妻，不管你安怎样啊相爱，皇家的规矩是绝对袂允准。我是奉命到中原要甲小王爷相亲，最后小王爷伊是非娶我不可。玉姑娘，我劝你唔通搁再自找烦恼，你还是两早死心。
不应该伤阮小妹的心。我讲的拢是事实啊！我知影，但是这个话由你的嘴讲出来，是偌尔伤伊的心，你知？伊当主就是小王爷，这我早就已经料着。魏尊生，你讲平伊当主伊无死，这敢有可能？何止是可能，而且是事实啊！伊人呢？伊人呢？伊人是伫倒位？是安怎奈无来找我？伊当主若搁再出现，头一个要找的人是潘庆珠。平伊当主。